家好，歡迎收聽晨鐘課。今日係11月29號，題目係上帝眷顧我們。今日嘅經文係記載喺出埃及記3章7節。耶和華說：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，我實在看見了；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，我也聽見了。生活總有令人唔愉快嘅意外。當阿爾迪西爾西莫斯利馬喺西南嘅福林大學獲得神學學士學位之後，本來打算喺美國留多一段時間先再返巴西，但因為佢嘅父親非常之想念佢，要求佢盡快回國，於是阿爾迪西爾一早就返到去探望佢嘅屋企人。誰知唔到一個禮拜，就係1984年11月11日星期日，一家人一齊用過午餐之後，佢嘅父親突然心臟病發離開人世，全家人都沉浸喺無比嘅悲痛之中。1984年11月29日，仍然因為痛失親人而悲傷不已嘅阿爾迪西爾坐喺父親嘅書台面前，用葡萄牙文寫下咗呢一首感人至深嘅讚美詩，翻譯成上帝知道，上帝聽見，上帝看見。其中副歌係咁樣講到㗎：上帝知道你心靈深處的一切，上帝聽見你懇切的禱告，上帝看見你的痛苦並安慰你，上帝使你成為巨人，上帝知道你心靈深處的一切，上帝聽見你懇切的禱告，上帝看見你的痛苦並安慰你，上帝知道，上帝聽見，上帝看見。喺人生狂風暴雨中，我哋可能會問：上帝唔再關心我啦咩？點解佢要拋棄我？請記住，上帝係知道你正在經歷嘅事情，佢亦都永遠唔會拋棄你。佢關心你，佢為你制定完美嘅計劃，只管將你嘅生命交託俾佢，全心信靠佢。今日嘅晨鐘課講到呢度，歡迎大家聽日繼續收聽，再見。